據美媒引述官員披露，美國副總統曼斯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喺今個禮拜初進行咗一次氣氛極度緊張，甚至被形容為艱難嘅電話通話。曼斯喺通話中批評意方誤導美國。曼斯批評內塔尼亞胡對伊朗局勢嘅預測過於樂觀。有消息指，內塔尼亞胡曾經向特朗普宣稱推翻伊朗政權係輕而易舉，而且機率極高。但隨住三國衝突進入接近1個月，伊朗政權並未如以色列所言迅速瓦解，令曼斯開始質疑內塔尼亞胡嘅軍事判斷。有消息人士話，喺今次不歡而散嘅通話之後，以方疑似採取咗系統性行動進行報復。近日有報道話，伊朗希望繞過特朗普，淨係同曼斯進行談判。有美方官員認為呢個係以方刻意釋放嘅假消息，旨在挑撥特朗普同曼斯之間嘅關係，削弱曼斯喺對伊政策上嘅影響力。呢啲傳言都導致美伊關係出現裂痕。而喺美國同伊朗談判方面，美方多次釋出談判意願，伊朗官方立場就相對強硬，公開指責美國一邊呼籲談判，一邊繼續攻擊伊朗境內核設施同軍事設施。又話伊方原定喺呢1-2日回應美方提出嘅15點停戰協議，但目前內部似乎仍然有分歧，仲未決定係咪要接受或者點樣回應。至於美國中東特使威特科夫就話，美方預計今個禮拜能夠同伊朗代表舉行直接或間接會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喺星期5出席7大工業國集團會議之後，見記者話，預計戰事會持續幾個禮拜。As the Department of War has consistently outlined, we are on or ahead of schedule in that operation and expect to conclude it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here in a matter of weeks, not months. 另外，根據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嘅記者喺社交媒體發布消息，魯比奧話俾 G7 同僚聽，伊朗戰事預計持續2至4個禮拜，並強調喺唔派遣地面部隊嘅情況下，美方將會通過增兵中東嚟實現摧毀伊朗導彈同無人機能力嘅目標。